来乡亲啊，这个5月爱个开始来报税纳税咯。讲这个报税若掌握到美角，会当加减省一寡钱哦。网络流传省税的方法，第一，讲这个超商的点数会当来抵消。 第二，用电子支付会当摕银行的回馈金。第三，纳税钱额若较侪，嘛会当申请拆单来撇开着银行回馈的限制。费得咯，这个税额无同，纳税方式嘛无同。来听信用卡专家甲咱分享撇步。 每一年5月纳税季节，各税局人拢是吵。有人讲纳税是甜蜜的负担，因为薪水无够标准，根本变烦恼。严格这目睭睭的数字，互人看甲是偷心白暗。应该是在网络上弄吧，说要排很多人啊，上班啊，没时间啊。早点用的话哦，那等于是他会提早退税给你。因为主要还是要看。 那个刷卡有没有回馈之类，如果有回馈的话，就会用刷卡去以现金支付这样。无论是现场排队纳税，或者是信用卡直接扣咧，其实纳税若是方法用了对，嘛会当省一寡钱，而且无你想的遐尼困难。网络流传省税小撇步，亲像是使用电子的票证来支付，嘛会当摕银行的回馈；超商的点数嘛会当摕来纳综合所得税。金额悬的，佫会当申请拆单来闪开信用卡回馈顶悬的限制。 有个500到1000左右的，那你可以搭配一些台湾配的活动。台湾配可能都是有一笔缴税金额不限金额，好，他就送你50到100的这个所谓的回馈金。如果你要缴的金额是在5000到3万左右的，那你很适合超商拆单，然后可以搭配不同的信用卡的回馈。上百万的人，我不建议你做拆单，因为这会非常的复杂，所以你就干脆使用这个信用卡。 直接扣缴，这样是最快的。行动支付加超商纳钱的组合，参像是台新配配上 R 勾勾卡，每一个月若是有入到指定的金额，就有3.8%现金的回馈。玉山银行所谓伊卡配上专家专用支付，嘛有5%回馈，上济会当摕100块。 纳税省钱是一个大学问，无论是伫咧超商或者是网络银行的 App， 民众伫咧纳税时阵，嘛会当加做功课，纳税时阵就会当省一寡钱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